根本就无相信阮小秋嘛，啊，含基本的信任都无，唔卖甲我讲你会对我好，我唔相信。而且唔是啦，我小秋即马才举一个菜刀尔呢，人家铁达尼号男主角是举大波头，迄螺丝起子拢无咧惊，啊，你若惊甲死死准。我也袂当安尼讲啊，不过家己嘛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，搁再讲，爱我好卡好手，我照顾照顾小秋对无？惊死就惊死，我讲到一大篇。小秋，肉信任你，做你甲倒了。好，那我来啊。是安怎啊？你目睭起起是要安怎读啦？哎呀，小秋，这袂当开玩笑的。我甲阿姐拢是拄食，若是剁者我记得是要烂啊。是啊，迄个剁了唔对哦。咱四季牛肉面店唔是临时公休呢，是无限期公休啊。我目睭起起哦，歹势啦，可能伤紧张啊，反射动作啦。恁两个别烦恼啦，我已经准备好啊，随时当叫救护车。恁两个莫阁惊啊啦，去找一个锁匠开唔就好啊。袂用的啦。拜托的好无？啊，阮两个大人大种啊呢，啊用一粉仔是手铐扣掉的，迄个出去用看到笑破人的嘴，唔知人想讲阮两个是咧创啥呢？别，恁人食甲济啊，拜托民主小甲留的。对啊，阿姐讲对，迄真正足歹解释啊。真难得恁两个人意见同款呢，这就表示讲吼，其实恁两个人足忙的。对呢，我嘛安尼感觉呢。爸甲最还甲我徛做伙，有一种冲突的美感。又唔是啦，迄是默契。小秋用这招吼，甲因两个扣掉，虽然是较残忍啦，也毋过吼，一个老的甲一个少年，安尼个用培养出这么好的默契，这真难得哦。阿妈，你嘛是安尼感觉吼？加衰你敢有默契？妹妹啊，咱兜的唔是有菜头？摕菜头是要做啥物？我小秋小练一个啊。哎呦，哪会差这多啦？歹势啦，失误，搁互一次机会，恁手较来啦。慢，张振凯，莫跟我讲话哦。无啊，迄是拄好呢，我毋是调工的啊。想嘛知影，安尼是无法度将手铐剁好开的。咱大家先食饭啦，哪食哪想办法。我冷气哦，拢甲恁开好势啊吼！啊，恁两个吼，看安怎困较舒适，家己瞧哈。阿姐，即摆要安怎困啊？要安怎困？当然嘛困涂骹，无敢会，我甲某困的面床摕落你倒。